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，我係鄭軒年。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，至少維持去到聽日嘅中午12點。颱風麥德姆集結喺香港以南大約35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25公里，橫過南海北部。預料聽日凌晨至朝頭早最接近本港，喺本港西南大約300公里外掠過。天文台話，除非同麥德姆相關嘅烈風區更加較為接近珠江口，否則本港普遍持續吹烈風嘅機會較低。夜晚嘅尖沙咀海旁風唔算好猛烈，維港兩岸嘅能見度高，對出海面稍有湧浪，唔少市民同遊客嚟散步打卡。加上係國慶中秋長假期，海濱一帶有唔少遊人。向來係打風黑點嘅杏花邨，相對唔算平靜，有大浪拍打上岸。不過海旁未有安裝擋水閘，有市民喺附近做運動。對於我哋呢啲見過大場面嘅就唔算乜嘢啦，都冇乜雨啊，平時都落好大雨，又冇乜風，而家啊風平浪靜。啲海水咯，你睇下，好似煮滾咗咁彈嚟彈去啲海水。上次呢啲海咧冇有彈呢啲浪出嚟，但係有段時間都靜英英咁樣嘅，係啊。至於上次風暴華加沙襲港嘅時候，將軍澳海濱嚴重被毀嘅餐廳繼續暫停營業。附近呢間餐廳上次就水浸，經理話今次唔擔心。Since it is T3, if it is T8, we have to be, super precautious for all the furnitures inside and going to put some sandbags and all. 因為平時都好少咁樣冇雨嘅風㗎嘛，通常打風都落大雨啊嘛。係。你打完都照落嚟過中秋啦。係啊。遲兩日打就掃興，今日打好啲咯。喺將軍澳海濱呢度有部分上次被颱風摧毀嘅地方未整好，現場見到仍然被圍封，避免市民靠近。而現場都設置咗水馬戒備。天文台中午開始改發3號強風信號，至夜晚近10點決定通宵維持，去到至少星期日中午12點。睇翻佢嗰個烈風區，同珠江嘅距離啦，咁佢嘅強度變化同埋本地個風力變化嚟評估，需唔需要發出比3號更高嘅熱帶性警報信號嘅？咁就住呢個情況呢，咁因為我哋都睇到呢，就根據而家現時嘅預測呢，咁麥德姆佢相關個烈風區呢，就除非更加接近珠江口嘅，咁否則呢，本港令到本港吹即係普遍持續嘅烈風嘅機會就較為低。受到麥德姆雨帶影響，本港星期日初時間中有狂風驟雨、雷暴同猛烈陣風，海有大浪同湧浪，呼籲市民遠離岸邊。無線電視記者葉之華報導。喺澳門，3號風球仍然生效，夜晚嘅澳門風平浪靜。氣象局表示，麥德姆正以較快速度橫過南海中北部，澳門嘅風勢正持續增強，間中有大驟雨。而麥德姆星期日凌晨至朝頭早最接近澳門，將會喺午夜前後視乎佢嘅路徑以及強度變化，考慮發出更高級別嘅熱帶氣旋信號。按照目前嘅評估，午夜至星期日凌晨發出8號風球嘅機會係中等。當局又提醒，星期日嘅朝頭早正值天文大潮，部分嘅低洼地區可能出現輕微風暴潮水浸。